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少少嘅馬外邊星際快車啊，中間嘉應高升淺藍衫嘅，內欄第3位有美麗第1啊，好啦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星際快車啊，落去1個身位嘉應高升跟住佢噶啦，再見到個半身位第3位有美麗第1啊，好啦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星際快車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嘉應高升就攞緊平衡，換到腳慢慢上咗嚟噶啦，後邊嘅馬啦，美麗第1維持住第3位啦，後多層嘅馬有驕陽明區啦，外邊係精算暴雪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認真比落去，接嚟咗後邊對手最少4個馬位啊，後邊嘅馬美麗第1，中間衝上嚟都係驕陽明區出邊精算暴雪啊，接近終點嘉應高升贏起上嚟相當輕鬆啊！今場賽事跟手住個第2位啦，入關直路出頭換正腳，結果彈甩贏馬，而嘉應高升亦都喺出道以嚟取得佢第20場嘅頭馬。